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静静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悄悄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我还是要讲啥？你讲阿嬷枕头下骹藏足多金条，藏偌济你知无？无，你甲阿嬷偷摕金仔？啊无啦，什么偷摕金啊？那你阿嬷人老啊记猪歹啊，我是惊讲哦，伊家己袂记讲到底藏偌济，我来甲保管，才袂叛逆。有啊，你有够贪心的咧！爸，啊全部的田拢卖掉，遐尼侪钱你敢开会了？你搁要偷摕阿嬷的金仔，你想要创啥？你这拢袂晓想咧。那你阿嬷的金仔，就是你老爸的金仔对无？你老爸金仔将来就是你的啊，那你家己金仔你袂记啊？嘿，对吼，你嘛有理啊。对啊。啊，毋过吼，将来的代志，将来海歹算。你若要问啥吼，你去问阿嬷啊，莫问我。好，原来是囡仔，也是金宝啊，金宝啊。来，阿嬷有话要甲你讲，来。阿嬷嘛要讲，我实在有够歹做人诶。金宝，来啦，来阿嬷房间，阿嬷有话要甲你讲，来。来，要讲吼，恁两个家己慢慢讲。嘿，金宝。妈，啊你要甲金宝讲啥哈？无，啊，出去佚佗就好，无啥物个。啊，无，我先来灶骹找一寡物件。姨啊，我爱偌济，你做你天命去。为啥？你安尼实在有作为啦，你知？姨啊，你看在偌济人才肯为我出面，你做你一两天。即马都毋是钱的问题啊，即马问题是我还阁家属中啊，一寡警察拢甲我盯啊真严的，安怎？你要阁以我兄弟身份去找乌龙来解决这件代志？你毋惊我阁有掠去是？我知影你一定有办法呀。咱是兄弟啊，我若敢有办法，我袂甲你记错。感情是无变通，有钱大家讲价谈，啊莫讲啥物人要占大，安尼毋是真好处理。无可能啦，咱会咱想，咱别人阁袂咱想，啊若无，人咱就叫乌龙出面啦。起来，咱是兄弟啊，姨啊，将心比心啦，假使来伫10年前，即个趁大钱的机会叫你拄着，你敢有可能目睭紧紧放互过？所以讲，无论安怎讲，即摆趁大钱的机会，咱一定要把握。啊若无，
我永远都无出头的日子。啊，咱恁两个兄弟是咧？阿嫂，我等下会甲阿母款一寡物件，啊，恁继续讲。这个收起，要无你摕迄个土地开发的资料我看看，我尽量替你想点办法，时间免过你家人伫咧车边。阿兄，内面重要资料拢伫遮，你再拜托你，我来走。拄则敢若有听到大吵声哦？是啊，阿嫂来讲要替阿母遐几领衫裤，阿母还佫有少衫裤伫后壁遐，要无你替伊着收收。嘿，啊，拢存一寡石头砖仔角啊！哎呀，死囡仔某，竟然敢后骗！对哦，阿母哪会将石头藏伫枕头内底？啊，这明明咧甲我讲，枕头内底无金啊，唔通来偷摕。阿嫂，这是阿婆的衫，我拄才收入来。哎哟，我一直咧找这几领，找拢无啦。啊你啦，啊你店也无爱顾，生意也无爱做，啊你专工来找准去啊？你是惊一个人孤单无聊哦？我今仔踮休困。哦，哎呀，毋是我这做阿嫂爱讲话啦，当你嘛叫准去甲你带带，若咧恁两个做伙吼，别人看得较自然。哎，阿母的门上顶内拢钻一寡石头。阿珍啊，呀你转来遐尔久啊？敢讲你无发觉阿母最近怪怪，啊头壳流啊泡泡。无真看是敢若无啦，啊毋过哦，我感觉怪怪呢。反正阿母哦，将这石头当做金啊，也甲藏在枕头内底哦。阿母哦，上爱将遐粪扫当做布捡倒转来，啊，顶啊规厝间拢是啦。拄头我想讲伊是要去卖歹糖牛啥，不过买了我感觉甲恁想的是无啥同款的。阿母反正只着个人讲什么老人痴呆症。老人痴呆症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若是安尼，阿母今晚毋就真歹照顾。哪有法度？伊即摆也是咧念东念西，我只好就伊顺伊。迄若无我惊讲，若是甲阿母激着，搁害伊白钱加重。到时阵对恁这兄弟姊妹，我嘛真歹交代啊。所以你毋安尼讲啦，阿母哦拢互你伫咧照顾，你有在遮对做歹势。照顾阿母啊，是我这做新妇的应该爱做的代志。啊，我也袂甲恁计较啥物啊。可是讲阿母病情会变较紧好起来，安尼家己较快乐。哎，好啦，我嘛应该紧来转啊。若我阿母找无人哦，你较学袂使性地。阿碧啦，
要不咱做来看舞一下？哦，我看哦，通气较好啦。我阿母最近头壳毋知咧想啥，规天在是对你较袂是，伊是足怨恨的。我惊讲你若是去看伊，惊去对伊不好。若假是安尼哦，有加站看卖啦。等哦，阿母若较好时哦，我才接伊倒来。好啦，搁先再看卖啊咧。阿母，我来走吼。走，迎接来哈。阿母的代志你免烦恼，我会替你去看。文成的代志，你家己爱有主张，上好是莫去插。杨姑啊，我会加减个提供一下意见，我绝对袂出面。代志看到底是安怎，会家己处理掉。人嘞，人嘞，规间厝放空尔啦，甲我再来遮来要创啥？阿母啊，咱莫怨叹啊，那你无倒我遮，是要换谁甲你顾？这毋我的衫。对啊，我倒去旧厝遐呀。我才想要来转尔，你甲我遐送来要创啥物？你要转去哦？我头仔伫迄旧厝拄着文成甲俊义啊，现在你甲我参详咧。讲啥物？你若转去吼，爱顾你就麻烦。拜托我讲，一定要留你住啊遮大。无你即摆讲啥物啊？阿母啊，咱讲实在话啦，咱大家新妇平常时虽然讲住伫咧毋是足拄啊好，你对我吼有淡薄仔误会啦。哎呀，过做新妇的道理我嘛知啊，当你即摆人咧艰苦，我无可能做无事人嘛，对无？看较开啊。好啦，带来便所啦。钱呐？无啦，今我炒你来记记。哎呀，金宝安尼啪走啦。若有伫咧厝的吼，通甲我开讲做看，我嘛较有意念。对来，来。实在是有够无聊啊！要去找阮日籍啊，阮日籍阁毋插我。要留伫厝里，我应付阮阿母甲阮阿嬷，头壳实在有够痛。唉。迄敢是三只啊？三只啊？大姐啊，你实在有够无意思呢！我好意甲你叫，你搞应一个是讲一块吧？食囡仔，哈？你骂我唔食囡仔？唔食囡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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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食囡仔咧！有啥物了不起啊？臭屁！你敢甲创治？喂，是我呢，你莫后白甲我讲啦！你打记，我叫你若袂甲假死。是要假是啥啦？规定毋是我做的啦，我无咧惊啦。爸，啉茶。好，丽华，看恁母啊，即摆无伫厝吼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爸，是啥物代志？袂使让妈妈听到。虽然你甲文成啊结婚正一年啦，我知影恁老母的心态一直袂当接受文成啊。迄是文成哦，家己表现无好，害恁失望啊。毋是安尼哦，你就是吼，互恁老母的偏见影响着，才会对文成啊安尼啦。恁老母无读啥物书，伊较无能力。你是大学毕业的人，你的想法哪会用甲恁老母共款者？你家己爱冷静分析一下。文成啊，这几年来拍拼，表现敢真是无好？你若知影你家己有着当，
查甫人是事业为重啦。啊，你若是要做文成的助手啊，你就唔通互伊分心，知影无？爸，我已经会改啦。文成啊，啊你妈你其实不谈拢咯。都大爷的本色囡仔金宝啊，招人哦伫庙口用水甲破。实是毋是款呢？安尼一定是顶摆该交代代志，也搁咧扣分的款。一定是的啦，佮我无老实的，明明人伫现场咧，佮讲我玩弄伊。好啦好啦，若无代志就好啦，送去娃娃哩啦。你后摆出外吼，家己安全要较注意的呢。这边是金宝，啊若换做别人吼，还是别款代志吼，你就严重啊呢。丽华讲你无毋对哦。敢讲有人要见到你？嘿，算算我袂少钱呢。哇，有影。嘿嘿。我无代无志，哪会给你还？讲到钱哦，是本小说弄总要行出来。我实在是不应该安尼。经济遐尔啊歹，莫怪大家拢想要赔。若要有农会、公所、代表、三派公家来分这钱，若讲分的边，大家就无话讲。是讲这，开始来真困难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金宝，哪里是咧无关系？啊，就今日下晡，三只伫庙口啦，无因无故铁，互人用塑胶袋底水去夹着啦。看到我伫遐，就会拗讲我甲创空啦，而且我心内实在有够袂爽。啊，姐，我搁请问你一摆，你到底要想安怎细汉？我甲你讲，我无想要做论，以后不准你甲我问这个代志。等下，你要去倒去？我要转去困啊。等我困饱，我会家己出去拍拼。你要倒拍？我有我家己的想法，恁坐伙人袂了解我。你啊，爱好我听你老爸解释。我跟你讲，你若唔听你老爸好我解释，甲等外口安尼乌白来，时到，我是甲你修理哦。好啊，我知影。为什无代无志人用水来去？敢毋是我连开始咧出头前？丽华困去啊？在困啊啦，无我来传来泡茶。免啦免啦，你遐济啦。啊，即摆郑姨啊，伊是要拍算安怎？机票无收啦，啊，毋过哦，伊有答应要替我想办法啦，看会当卖逐个车票。文成啊，你爱判断一个哦。郑姨啊，这两遍小钱也无收，大钱也无摕，伊是毋是纯粹要来帮忙呢，还是有其他的目的？我想，伊是真正要甲我搭骹手啦。哦，伊毋敢知影，若是这个代志会当圆满解决的时呢，有哪样的代志发生？这我有甲讲过啊，咱一定要占大份啦。啊，大部分的地主哦，我嘛拢接触过啊。
伊拢有答应要互咱优先替因处理啊。安尼上好啦，万项甲准备好势，咱若要甲财团谈判的时啊，这麻烦若愈少，咱要提价价钱，也是由咱甲咱买啦。安尼对咱对地主都有利啦。这我了解。谁做了？哎呦，老的啊，你甲看，哎，若是啥人哦，咱怎啊敢等入咱房间哦，即款玻璃拢弄破啦。啊，你玩哪无啦？我无安怎啦？无安怎？你安那无？无啦。我先来敲电话报警。我才免哭啦，免哭啦。这警察来啊，无证据通去推啊啦。吼，是假无用的啦，假无面的啦。我去玻璃扫扫清清的，所以去求去去。啊，毋过，若过来要安怎？放心啦，这是干来要甲你吓惊啦，应该来吼，明仔载再来啦。哎呦，你太讲安尼啦，我毋管讲吼，啥物人明仔载会来啦，非得我即马叫警察来处理哦，上妥当啦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伫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。